看到。毅力之志，水火之殃，关乎灾尽之事，祸患之类者，莫非六气主之，而应之者为人谓最节，以其气之行也。在天地之中，名曰气交，人秉天地中气为生。所受气交之变最切，举凡灾祥祸福变异怪诞之事，莫非感于人类也。故圣人明其气之力，以教人之所神，而以辅易卦者也。其言响于内经，与前五命之说，皆为岁气所思，不独为疾病言也。年之丰欠，物之夭寿，日月薄时，山泽崩结，风雨失调，水旱不时，五灾八难，其甚